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庭真。细汉时阵听迄个时代人咧讲，美国若拍卡唱，台湾就感冒，敢是安尼？在美国国内大代志，31岁青年领袖互枪击，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怎会韩国嘛来 Charlie Kirk 冤拢是伊？这种运动敢是全球性的保守自由派对立？今仔日5位有谈者斗阵来好好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台湾职业律师董文芬。大家好，大家晚安。那么第三位是知韩文化协会执行长朱立丕。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在台湾的美国人 David 阿发。大家好，大家平安。那么第五位呢，在美国职业的律师，嘛是美国加州的助理心理治疗师夏洛琳。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首先，观众朋友免着惊，咱先到底来关心到这到底什么一回事？美国总统川普的盟友、政治运动人士，嘛是网称 Charlie Kirk， 在大学演讲的活动当中，和22岁嫌犯 Robinson 来断线，引起了真济讨论。目前嫌犯是已经抓到，不过伊无爱配合着调查，检调也搁咧查伊的犯案动机。一声庆声，美国的公共安全搁一摆变红灯。美国保守运动青年领袖可可，互人一枪断死。FBI 除了提出10万美金的奖金，要求民众提供线索，嘛公布犯案前后清手的行进路线。这个伫遐旧帽啊、挂乌目镜、穿长的运动衫的少年嫌犯，车10即天是伫个可可演说开始进前，顺后腿行去伫建筑物的厝顶，犯案了后，伊就紧对厝顶跳落来浪讲，而且随走去附近的树林内面。可可的遗体嘛，伫副总统范的陪同之下，在空军2号登去到可可的家乡亚利桑那州。川普是表示，这个暗杀让人感觉有够愤慨，伊嘛下令全美国降半旗来抵哀。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I will soon be awarding Charlie Kirk posthumously the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伫可可创办的飞鹰2组织美国专节点，伫红红城的总部外口，更加侪悼念的家规啊含花。这个伫2012年，伊才18岁时阵创立的组织，是对学校开始推广保守理念。即卖已经是下全美国的大型青年保守网络。可可过去捌用台湾来做例，和中国移民学生一对一来探讨独裁和民主社会教育的争吵，即卖受到正大的关注。Only way a free society exists is if citizens know what liberty is. Let me just ask you a question. Do they say that is Taiwan Taiwan or is it lan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call it Taiwan. We recognize the situation in our government. Okay, so it's not China. 这31岁的美国政治名气，伫大个目睭金金的场合，互枪杀死亡，互美国国家一件政治暴力乱象。对去年的川普宾州的枪击案，到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议员连环枪击案，少年stra一直发生。时代杂志上新一期的封面，就以全版血红，加上已经有够啊的大标题，搁一摆对美国的政治暴力提出警告。We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if we are not careful, people will start believing that violence is the norm. 纽约时报嘛引用专家提出的警告，对因为政治动机的攻击，美国人的吞论度当以正惊人的速度在起嚟。英国的卫报嘛报道，川普总统本地甲可可的死亡原因讲是激进左派，但伫一个保守派记者的建议之下，已经呼吁支持者莫用暴力来回应。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观众朋友可能看这个新闻大内面讲了真侪信息。包括保守，什么叫做保守？什么叫做自由？啊，佮讲到咱台湾伊的基例，佮讲伊在美国一个总部，这个人对美国的政治、佮美国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甚至真侪少年人会对伊行。咱先来连线在线顶的小路伊甲咱讲看卖你会当用你身躯边的人，乃至到讲迄天伊去用枪击时，因为我看真侪这录影带
这网络顶头影片，有的人伫 podcast 顶头吼，随时安尼靠大声，啊有的安惊甲讲袂出来，啊有的是欢喜甲拍扑啊，啊搁笑。这个人是真正义吗？还是讲是真重要？你安怎来看待啊？你的观察是啥物？这是顶礼拜三伫美国发生的新闻啦，吼。啊，迄天开始，我身边所有的人，吼，就安怎讲，大家拢受到影响。啊，我嘛是有一个，我嘛是有一寡小可毋知影讲，哎哟，代志哪会讲冲到遮尔大？因为吼，我不只是无若是咧我的工作单位，我做工课所在，阮今仔日拜一早起开会，开1点钟，互大家吼 process 讲，因为顶礼拜即个案件，大家尤其是做心理师，还是讲你要接触青少年，还是讲家庭，还是讲婚姻代，你有一寡安怎讲？你有一寡看法，还是一寡情绪，你要来处理吼。这就发一点。拜五甲拜日咧教会吼，我就听着我边无共款年龄的人吼，一寡人就咧讲讲咧讲看即件代志，而且有几个人甲我有听着几个人咧讲毋是特别甲我讲，伊就讲因为即项代志，伊靠几工吼，可能几若工安尼，拢我熟悉的人，我嘛是惊一条，我毋知。伊的影响力大甲即摆，我有听过即个名，我家己无信。后来吼，佮听到在教堂内底，牧师也是讲咧讲到，讲咧是讲是英文堂啦，就是讲毋是台语的，毋是华语的，就是英文堂。少年的交牧师就开始咧用这讲道咧讲我嘛有听到吼，阮有去参像我今仔日去看迄棒球的比赛，阮就问一个对东华来的白人伊是较支持民主党的，吼阮就问讲伊对即件代志的看法安怎？伊就讲伊嘛是感觉即个人吼，可能是讲足侪引起仇恨的言论啦吼，就是讲，你小可问者，你就会听着讲，每一个人拢有足侪的反应。我是真少吼，看到讲，哇，即个人的一个事件，敢若伊无任何的政治的职位 position post， 伊敢若是一个所谓的网红，一个公众人物，专门去学校内底交人辩吼，有一款的迄回应吼，我嘛是惊一条，但是我嘛要承认讲，因为这项代志，伊发生了后，拜三，规个我边仔的美国的，我哪讲，我家己吼，我熟悉的人，交我的网络吼，交我的物件，大家拢开始搁较多去搜寻，就伊本来的影片吼，本来伊就是百万红，但是伊有即个事件发生了后，大家搜寻更较侪，所以变做讲哇，充斥着每一项生活大家拢会讲到。沙罗歹势，我要甲你请教吼，那是因为即个 Charlie 的死亡，是你认为是增加大家互相的理解呢，还是增加这个对立？我是感觉有一寡增加对立呀，但是嘛有足侪人吼，我是感觉我会感觉为啥讲我会感觉会遮深，就是讲我看到平常时无咧对政治讲话的人，因为看到即个枪杀事件，伊会感觉讲为虾米无论你是讲就是歹话的人，为虾米敢若因为你讲话你支持着一种的看法？你就会互人遮残忍的枪杀因为即马科技的关系，变做讲迄个影片一而再再而三直 repeat 吼，在所有所在拢看唔到。咱嘛烦恼讲你即马这暴力的事件，
青少年吼，还是讲你较细汉囡仔刷抖音，还是讲看 YouTube 拢会看到。啊，就闻到讲即个严重性啦，因为足侪人参像头拄迄学者嘛是有结果，对暴力即马伫美国吼，因为科技的传播，交即马讲青少年，你看最近林律师，歹势吼，我马上来问你第三个问题吼，就是讲民主党也好，包括 Sanders， 吼，伊嘛咧谴责，吼，嘛咧谴责这种暴力，但是每一种公报顶头吼，要谴责的这个态度、强烈，拢无啥共款吼。但是你有读到一种气氛，就是讲袂使用暴力这款方式。在美国有形成这种共性呢，还是讲其实我看到网红哦、网情顶头哦，有的人嘛是安尼，下死命咧骂伊，下死命咧讲讲，哇，这足好足好的，嘛是有这种言论哦。这是多数还是少数？我的感觉是应该是较仇恨咧笑，还是讲变做讲伊死咧幸灾乐祸的有啦，但是我感觉是较少数。哦，这是我家己的感觉。但是政治人物，也是讲普通的虽然是民主党的，嘛是拢讲咱来谴责暴力嘛，咱来起杀，咱袂当用暴力的方式。所以我是感觉讲，无管是讲公开还是讲私底下啦，但是至少台面上大家一定是谴责暴力。随便讲有迄在笑的，拢是人家会被认为说是仇恨言论。所以这是应该是较定的，但是大家是有烦恼，因为今嘛犯罪率，所有的枪杀事件凶手全部都20来岁，拢20几岁呀，所以是大家有对这个发展的情况会烦恼，这嘛是实在呀。是律师吼，请你在线顶小等的吼，因为在场还佫有4位吼，咱来听看，包括了韩国的情形哦，你咪当来参考。首先，我要请这个蔡老师吼，我可能一寡观众朋友对保守派甲自由派吼，这是什么派？咱台湾就无种名词啊，吼。是咧讲自由派是安那一个自由法？是咱咧会当创啥的自由吗？还是讲对什么政治态度，还是社会文化会咧分配这个制度，什么无共款？先甲咱做一个科普者。是啊，简单来讲就是讲吼，这个保守派因是重视传统的价值啦，吼家庭啦，吼信教啦，甚至包括这个男女的这个这个袂当。对查甫变查某，查某变查甫啦，因反对这个啦，但是自由派就是讲会有进步的价值，比如较赞成同志会当结婚，赞成讲爱较社会就是讲爱去照顾较弱势的人，政府呢错误较大的，所以因两个主张是无啥共，包括这移民的态度嘛无共，所以就是讲保守毋是。咱中文看的，我你做保守的，毋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讲伊相信的价值吼，就讲用较少的手段有较传统的价值要去改变。相信自由市场，较相信保护啦，有当时也毋是完全的自由市场啦，因为你看川普总统，伊就是感觉讲这就爱用保护的方式，爱用关税的部分，我的看法是安尼啊，就讲你的主张袂当去煽动别人就较偏激的行为啊，不管你的主张是啥物，当然伊是接受到暴力的对待啦，伊家己嘛本身有讲美国宪法的第2修正案就是讲美国的人会当举枪，人有人问讲举枪若产生啥物效果的时候，有可能去用弹着嘛，伊捌讲过这啦，真不幸伊真正去用弹着啦，我感觉咧民主甲共和拢共款，拢袂使对这件代志就是讲爱真重视，因为后一届无一定是共和党的，有可能是民主党的啦，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但是政治人物上重要，你袂当搁伫遐搁咧分你甲我，搁讲对方拢足偏激的啦，因拢暴力啊安怎？我感觉对美国的社会是无帮助的啦，我莫讲啥物人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讲，政治人物你着爱带头，你本身来讲袂当讲要这个。老师，我加问一题哦。是啊。有台湾的这个网络顶头种言论讲，嗨哟，你台湾的政治人物，你哪会拢无来表态？无 adolescence，
无去哀悼着即个 Charlie Kirk's death。啊，敢若林佳龙甲美琴，啊，你赖总统哪会歹趁即个机会吼？因为这是伊即个川普的好朋友，敢就爱安呢？我感觉是安尼啊，当然你会当表态啦，吼啊，但是就是讲，这有牵涉着足侪复杂的原因嘛，吼，到底伊是安那去用庆啥，即啊个无查未出来啊，吼，啊，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对别人的内情的部分吼，唔免急要表态啦，吼，啊，当然你反驳了，这我会当同意。反驳了，这大家拢全世界标准拢共款。人权的学者或者人权的活动嘛是安尼，无人去支持暴力的啊，暴力就是袂使啊。来，我直接请董律师吼，董律师，我的问题真嘛是共款，就是讲，伊其实有一个组织叫 Turning Point USA， 吼，即美国的大学内面，哇，我有迄个孙啊吼，这侄子啊吼，我孙啊伫美国咧读册，伊嘛甲人加入啊。哦，伊嘛甲人加入啊！伊虽然是 Asia， 伊嘛是甲人加入啊。我讲，你毋是民主党的吗？讲 No，not at all， 安尼吼。伊讲我已经觉醒啊！伊下讲 I am enlightened。我讲我已经觉醒啊！即个物件敢有彻底来反转美国大学的文化吗？伊甲即个凶手吼，伊两个人伫校园曾经对话过。这个影片已经有啊，有，要照出来哈。已经照出来，已经吹出来啊。所以因两个人讲的代志，其实都是主要是讲以色列的代志，东都就是这个代志啦吼。啊，但是这个自由派跟这个保守主义啊，咱来为黑人的角度来看啊，真侪黑人啊，不管是老师还是讲一般有感受的，伊认为讲所谓的这个白人的自由派，伊是活在过去。好，我还是那个农奴主，你足可怜的是这个奴隶，所以我有一个白人的这个罪恶感。罪恶感。可是保守主义不是，保守主义完全不会去区分说你是黑人还是白人，你是什么有色人种，还是你是同性恋，还是你是变性人。其实这个网络顶头真侪剪接的这个 Charlie Kirk 他讲过的话哈，其实拢是剪接，不是的意见。伊支持变性，伊支持同性恋，伊真侪看法，包括最近主要这个冲突，就是讲，伊讲人不可以有同理心。其实你若看全部伊的对话，伊是讲吼，我比较不喜欢 empathy， 这个字。伊不介意支持 empathy。可是我相信 sympathy。sympathy 呢是意思是讲，我有一个客观的角度，我有一个同情心，但是都被扭曲了。所以我认为讲真侪伫网络顶头散播仇恨的这些人吼，唔是正经有看过伊的影片，对这个人嘛无了解，所以才会安尼讲。无恁袂直接就是相信讲伊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伊唔是，所以要了解这个代志。董事长，安尼这个情形，唔是真 ironic， 伊嘛是对网络红起来，结果嘛是网络的受害者。若是讲为网络红起来，吼，咱应该是安尼讲，我不会称他为网红，我觉得对他来说是不尊重。哈，伊是一个实践家。上一个因为言论、因为辩论哈，死去的迄个人叫做苏格拉底。好，我认为这情形是足成的哈。哦。伊你拄则讲伫大学的问题哈，伊其实即马伫大学差不多有900间的大学有合法注册的这个分支机构。是。高中部大概是1200间啦吼，但是为什么遮少？是因为伊逐间学校拢去哦，但是都是因为遮个学校无爱互遮个囡仔注册，所以即马其实申请的案件有38000件，无到1礼拜的时间，伊去用证实了，有38000件。所以董律师，你用这个答案来回答我的意思，就是讲，其实因即马学生的文化。保守甲自由的这个力量已经咧 turning point， 在上一次的选举就已经转过来了，就是从川普的第一任，他的这个年轻人的支持率，到他这个2024年的支持率，那个整个翻转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最重要的力量，连 CNN 都承认，就是 Charlie Kirk，以行脚到每个学校去跟学生对话，你证明我是错的。Prove me wrong。那对话会减少暴力，这是也这个核心的精神所在。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注脚，都是民主党一个人恐怕在这个世纪没有再有执政的机会了。Z 世代会是美国重拾信仰的最坚定的世代。基督精神重新回来。跟这个世纪末，应该是无机会啊，这是我的判断。因为这个趋势，迄死亡交叉点已经出现啦。这小等老的阿发来再做 comment。我要先问朱老师哈，今日也请朱老师来哈，全世界哈有一个国家，伊独应该是独哈，就是韩国，伊也出现讲 We are Charlie Kirk， 吼，阮嘛是 Charlie Kirk。朱老师，你甲咱小解说一下，是安怎韩国会出现这种运动？韩国的迄个左派甲右派哈，迄对立哈，坦白讲，1500多年，第7世纪哈，新罗统一三国嘛，以前因为三国时代嘛，是，统一三国了后，就变成一个国家，是三国的民族性哈，拢无共款。你莫讲北韩啊，北韩以前高句丽嘛哈，南韩这边呢，右边是庆尚道，就是以前的新罗，左边全罗道都是以前的百济，这两道根本就不合啊，千多年，千万变成讲，社会阶级嘛无共款，对，战后哈，统治南韩的这个总统哈，大部分拢是出身这个庆尚道，对迄个朴正熙、这卢泰愚、朴正熙了后是，不是，全斗焕，拢算资产阶级的。拢这个庆尚道，拢新罗所以这两道的人到现在为止还不通婚呢因为对立到这个程度，所以真严重哦，左派跟右派两边的对立，这个庆尚道，互人讲都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是全罗道就是受害者，所以伊是自由进步派的基地。卡瓦德冈，对，受迫害嘛，所以这两个，所以我常常在给韩国人敲下，我说你既然不和，再回到三国时代嘛，韩国人气个不跳，我当然伊嘛知影，我在跟伊开玩笑啦真正是今麦还个未和所以讲迄个这个 Kirk 9月初5、初6去韩国参加一个大会嘛内底伊就讲到，伊主题是啥？就是讲反对这个移民，个反共，这个反共因为即摆政府都无咧反共嘛，自由进步派这个李在明无咧反共，迄个自去年12月初3，政治任的总统。尹锡悦我咧讲，伊家己自宫啦自宫，即马内乱罪去用起诉嘛，韩国的右派保守派，士气是低落的不得了，因为呢，可以领导他们的总统无一个头啊，所以即马士气很低落的情况下，这个 Kirk 去韩国，支持因嘛。反移民是无论左派右派拢支持。所以咱会当来理解讲，请一个外路新名来，安尼要互这个右派这个声音更较大。对，所以迄个右派等于安尼士气就起来嘛。因为伊这个政治面中用内乱罪去起诉，伊拢不爱出庭啊。因为啥啦？内乱罪伊若承认，伊若出庭表示伊承认伊内乱。内乱的最高是无期徒刑、甲死刑，所以拢不爱出来。右派的这保守派的这个人民是足挫折的啦。所以老师，伊这是就地发挥，还是真正因有阶级的这个利益的冲突，是真正到了这个真尖的这个对立的情形吗？还是讲就地发挥？韩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的社会啊。虽然迄个以前的朝鲜时代迄个阶级的名词无去，无不过无形之中有一个存在，中人、常人、
贱民，嘿，这种，大家看你出身什么所在，看你什么姓，嘿，所以韩国真正是一个阶级社会啊，到即摆还个无法度拍破。但是伊的本质甲美国这种自由甲保守佫无啥共款哦。完全无共款。所以伊这是穿家己的，就是照伊的壳来穿家己的衫呢。对，要过反移民、反共这个问题啊。啊，甲基督教背景有关系无？啊，韩国基督教影响真大。韩国基督教。因为这查理克尔伊反对的老体嘛。对，讲有性命开始受精开始，伊就袂使老体，甚至啊，人家问哦，我唔知董律师有看过迄影片，人家问讲，如果若叫用强暴了后有结胎了后，会使老体，讲袂使，所以伊的立场吼，敢若咱这个70年代顶世纪台湾咧讨论讲，到底性命是对倒开始算起来，这个命是董律师。他没有这样说，伊无安尼讲。他公开的说，如果是强暴或是乱伦，他是同意可以堕胎的。哦，你看，我嘛是看到迄出，咱嘛是去网络去误导去啊。伊嘛是反同婚嘛，对吧？他没有反同婚，他在同婚通过的时候，他还庆祝。他还写了这个，这我有看到，对，所以其实恭喜他们。这我就要想问 David 吼，就是讲，即摆信息安尼伫网络顶头真假，到底是要安怎来看待乔里克这个人？是安怎少年队要安怎？伊即摆迄个媒体较大部分的人诶，无看电视看 YouTube 看网络，才有这个消息，所以这可惜是迄个 Charlie Kirk 会使无去迄个公众场所去做伊个活动，会使伫网络，还是刷落去。我会感觉上大的变化是，以后可能无伫即款的场所无人教，进行无人教，无迄个大学还是别个所在。唔敢互即款的活动伫迄个，可能有造成即款的暗杀的代志啊！这可能是这个最大的变化。进前伫人有差不多50年进前，有个人唔敢坐飞机啊，是因为寄迄个飞机去互接机啊。即马到即马嘛是在坐飞机，不过接机啊，问题已经改变了。我在想说，政治可能嘛是有亲像即款的变化，才有小可改变啊。因为这位你安尼讲哦，我会记得我4、5当之前开始注意到这个人的时，就是因为讲哦，我这个囡仔才用着，你去啊 prove me wrong 啊，一直讲啊，去用考试了，伊嘛面不改色吼，我甲伊考转去安尼。即款的人进前嘛是有啊，即马我是安怎？伊即马人的支持的人较侪，我在想可能即个最大的变化是人口的代志啊。即马是个偏右的人，较会事件。伊即款的人基督教天主教较强，即个无咧信教的人较无咧事件。所以变做即马少年人愈来愈有，以色列嘛是安尼啦，足侪国家嘛是安尼啦，美国嘛是足明显的。但是这我头头就讲吼，因为董律师他伫公告讲，这个凶手这个 Robinson 曾经伫这个活动当中甲伊对话过，因为对话 topic 个 subject 是 about Israel， 你咧讲以色列个代志。啊，这个以色列这个代志，其实我即摆已经看，我会记今日早起我去看，伫 CR 啊好啊，这个美国的这个西部的所在吼，哇，即摆开始有咧开始咧讲这个哈马斯的代志。你认为这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敢会产生一寡影响？讲我就是从此以后就要搁较强，无较强了，你搁甲变起来。民主党的人。去支持哈马斯，去支持加沙这款的人，一定对民众对选票的时阵已经是红输啊！因为较大部分的人是支持以色列。以色列，阮有做足侪好的物件，
迄个哈马斯这的人有生产什么好的物件，有通用的物件，拢无啊。哦，所以差别就是安尼啦。这位，你的话，我想来加董律师来做一下 comment 吼，但是我先线顶的这个沙洛吼，沙洛。是。咱头仔4位来宾吼，也有讲到韩国的这个情形吼。但是你家己对目前即摆已经超将近要1礼拜的时间吼，你认为美国的媒体有开始有反省讲，咱唔通做甲伤过超过啊？即有寡代志啊，小查证一下啊，而且吼，即个言论，事实上嘛，真侪民主党的人来发表讲啊，我这哀悼哈，唔通个暴力哦啊 ，enough is enough 安尼。你认为这改变美国的政治文化吗？这就是头拄大家咧讲到的吼，啊，头拄大家拢有讲到讲，即马大家嘛毋是干那看电视，啊，普通时阵大家虽然咧随便咧讲啊，主流媒体，我是感觉媒体可能在报道上可能会小可节制啦，我感觉会值啦，但是大家咧看。甲上危险的，大家上烦恼的，其实是所有的头拄讲的 YouTube， 然后 TikTok， 我知影讲美国的少年人用 TikTok 实在是足多，刷迄抖音的，叫刷短片的足多，所以其实迄个影片有剪接，还是讲断章取义，这个拢袂当没有查证，其实是上烦恼的，因为你主流媒体随便讲你若有节制，你若讲谴责暴力，但是你在媒体上，大家咧刷影片，直直看到断章取义，讲哦，这个人就是鼓吹仇恨，哦，这个人就是死有余辜，还是讲加一寡无适当的话，这去传播的，可能比大家咧开电视看，我是感觉更较毒性、更多血性的更较严重。所以这是阮大家对美国即马环境，交即马少年人头拄在讲的，惊对暴力，而且是即马吼，我接触的即款少年人，全部在拍电动玩具吼，迄 gaming 啊，迄游戏啊，电动游戏拢是 shooting。即马有名的足侪游戏，交因大家即马在耍的游戏，拢是 shooting， 拢是美警察去作案，还是讲你要安怎抢物件？我是毋知。这是一个发展，但是讲，我就是跟大家讲，这是阮很真实对美国的环境要接受资讯，然后重复的管道，没有办法完全消除假新闻呀。这是我家己个人的观感。我不禁要来问小罗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内部因为国内。敢有人发起一种什么运动，还是另外一种觉醒讲啊，大家都唔通安尼战甲安尼吼，爱来吼，还是讲这无可能，这就是 polarizing， 这就是已经是两极化，已经无得，已经是爱战甲吼，一个一伤一，这个，唔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程度啊，保守派会当。变做主流，安尼社会就当来并进。嘛，毋是讲所有保守派变做主流，大概就并进。因为即马美国的状况，交对台湾的观众可能就歹理解啦。因为美国的右派、左派是分甲足明显的所以你咧食吼，一个台湾人，我就感觉足奇，有时就感觉讲我咧食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我有诶讲感觉伊对，有诶感觉伊对安尼。因为因的是足明显的分裂，但是我家己头拄参有童律师咧预测的吼，我家己体感的观察是讲，我即摆看到足侪无咧插政治较中间的选民，尤其是妈妈女性吼，还是讲一寡人会来讲哪会遮暴力吼因即个人吼无管讲伊是讲啥物人无你看，你讲着你无看到话吼，你讲我就是不占假设啦吼，因为头拄公主在讲的，我有看到无共款文件啦，因嘛是讲
Charlie Kirk 是绝对是反对堕胎，然后他也是不支持跨性别，同婚的部分他有了哈，但是然后他支持所有的女生，他里面有一个辩论然后就跟剑桥的万华的公，还有公女生不要动卵，不要去工作，啊，弄起做压力比较快了。那这个如果被剪接，很多人就会觉得哇，那你这样子很歧视女性啊哈。那所以像这个东西，我们讲夸张一点，今仔日讲在台湾还是讲在别个国家，你会因为讲一个男生讲说很大男人的话，还是讲伊讲真要回归家庭，或者是一个日本人、韩国人讲吼，我还是觉得太太拢在厝的较好，因为因为安尼无人称赞。因为是大家即马中间是普遍大部分的人，或者插政治的人，发现讲啊，美国即马足严重的呢，因为你会当因为讲话，就互人称赞。啊，这条言论自由的真谛就是搁较远哦，是完全都免讲自由啊，你会因为有一个人讲你无，啊你无管你讲会过意啊，讲袂过。伊互人称赞，最严重的代志。所以我会感觉，因为童律师讲，我是无感觉讲全部的人会往保态，但是我会感觉中间会，这是我的感觉。是。中间有人来讲，安尼意思甲原则，这是爱确定。反对暴力，还是讲啊，咱要讲自由派，虽然讲有的左派也赞成讲，你虽然有自由，有保护弱势，无代表讲咱无这个意思，无法律，无原则，无规定。啊，若是即块中间的人开始发声，发出声音，我就感觉伊的态势啦吼，方向会对正边对往右边小可旋转，这是我的感觉。是好，感谢。刷来我要请这个蔡老师吼来讲美国的。右派加左派，保守加自由，敢会影响恁对着国际性的看法吗？但是在我看，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这可能是两党还是两派的共识吗？无亲像韩国，因的左派是甲真正甲中国，又搁派这个前总统的囝去做中国的大使。对啊，伊这是有影响，但是就是这个。少年的吼，伊看到这个加沙地区的情形，伊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有改变，所以听讲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吼，纳坦雅有互一寡压力，吼，我的意思就是讲，伊这几个保守派内底吼，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啊嘛，大家袂当讲吼，全部拢吼，大家拢共款哦，啊你嘛袂使无共款的意见。其实伊去甲人辩论的时，伊有当下听着别人意见，这感觉袂歹哦，伊嘛会改变伊的立场啦。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代志，吼。啊当然，伊若咧吐遐中国的学生讲，你像台湾，主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台湾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独立的国家啊，伊嘛是甲呛断去啊。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因甲这个少年的大学生，要甲教一种什么重要的。理念就是讲，你讲的主张，无紧，你表达，吼，按大家来互相来对话，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若小偏激的话，吼，迄规个就走精去啊。我上惊就是安尼啊，就是讲，有诶你会价值，吼，你会当相信，甲无相信，这无要紧，吼，啊，但是袂当去骗受别人，哦，袂当讲别人迄就是歹诶，迄就是欺辱，吼，啊，就是讲啊，抽分。这种是真无好的啦，这真无好的。哦，有一个这个部分就是无好的。亲像他第一位所讲的，就是讲啊，这以后美国可能无人敢出来伫公众场合来做辩论哦，这出头损角哦，引起就美国的言论吼，慢慢变做咱过去顶世纪一个理论啦吼，新闻理论个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对啊，伊就是讲风险会较悬啦，吼，因为美国是会当合法的牙签啦，吼啊。我的意思就是讲吼，这就是讲，因的安全的检查会愈来愈严格啊，吼，包括我总统大选的时阵，真该拄到的代志嘛，吼。我感觉讲，我看因的安全嘛，两讲。对啦，啊嘛是意思讲吼，爱谨慎啦，吼。你拢看讲啊，台湾选举的时阵，我总统哪会囥一个镜伫遐啊，吼，啊这严格，
结果因美国人知影讲，哦，这就是要保护总统的迄落啊，因慢慢会去了解啊，吼。我感觉这嘛毋是歹代志，当然这个少年已经牺牲啊啦，吼。啊，讲实在，咧演讲的时阵，牙签去甲断，这真正有够含的。但是到底是啥物动机，咱毋知，因为这个少年听讲伊是交一个跨性别斗阵，吼。啊，伊到底是毋是伫以色列这个态度，还是讲伊有其他的？伊其他的动机，咱无法度，伊拢无爱讲嘛吼。伊即个扣掉，伊嘛无爱讲啊吼。我感觉咱袂使去摇的吼。咱是了解讲，即个整个的事件，因为即个少年的吼，包括这副总统要选举的时，拢去问伊咧，问伊即个去批青赛即个啦，所以伊真重要啦。伊就是真重要，伊就是保守派的一个真重要的带领的少年的啦。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就讲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吼，拢得要有一个观念啦吼，不管你的立场是安怎，你讲每一个理我都无同意啊，但是你就是要会讲话啊，吼啊，但是你讲话的时阵，你嘛是爱有一个限制，袂当讲吼，袂当讲利用你这个发言权吼，啊去侮辱，啊是讲甚至感觉讲别人迄就是安怎，我感觉这是真无好的吼，包括总统嘛是安尼啦，吼，美国总统定讲一寡迄个笑话啦，吼，我感觉这毋是对美国政治有好的方向啦，吼。虽然我唔是美国人，但是我会当来甲批评，伊这讲的话袂使超我的迄个限制啊。是，哎，董律师吼，真侪拢讲到你的讲法哦，律师你会当小整理者，头一个，伊只有第一吼，真正会关心讲，伊是毋是反对 DEI， 但是在我听来吼，其实伊真侪差别伫的，吼，伊这对 DEI 这看法讲了真侪例啦吼。啊，比如讲，我嘛一寡美国的朋友在美国，就嘛新要竞选教授的时阵，要去应征的时阵，嘛是因为 DEI 被 DEI 了。伊查甫伊就输了一个查某的啊，吼，伊就是讲这种代志，其实会当好好讨论，是安怎美国的社会变做比咱台湾较无法度，我会当安尼讲啊啦吼，较无法度安尼公开了，起码咱节目内面会当好好安尼讲，就是。我想可以分3个层次来看哈。第一是这个Stephen King 哈，这个恐怖小说之王，因为没有查证，讲伊主张讲爱用这个石头把同性恋砸死哈。这代志哈，即马 Stephen King 伊的所有小说已经被他的出版社下架。对。Amazon 嘛，承受一个很大的压力，要下架他所有的书啊。哈，所以查证不查证这个事情，我觉得是网络时代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在活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查证。新的规则啊。对，无你就无法度生活，你逐工去用骗，吼，啊，你用骗一摆怪别人，骗2摆怪家己，吼。再来就是这个乌克兰女孩，伊去用枪杀进前几天，吼，伊死前最后一个发文就是讲，迄个乌克兰女孩伫迄个轻轨电车顶头，无啥物原因去用刺死。原因不在于武器是什么，枪支不会自己击发，它不会自己杀人，扣扳机那个脑袋才是有问题。所以今嘛真侪人可能他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弱，所以有思觉失调的代志哦，精英。但是你今嘛媒体拢讲哦，伊是希特勒，伊是法西斯，所以你讲一个人是希特勒跟法西斯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目的？就是你要甲 delete 掉，你要甲消除掉嘛。无你今嘛若是讲有机会，你回到过去。啊，你认识了20岁的希特勒，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为国为民，为了全世界，我应该要把他干掉？所以这个代志，起码左派的媒体，我看到，包括 CNN 就开始转向，他说我们努力在降温啊，但是来不及了，因为今嘛不是降温的问题，就是张哈第一个白宫哈，所有今嘛白宫的所有的川普的这个幕僚，伊的规个内阁非常的愤怒。因即摆要做一件代志，都是美国伫1970年代为了对抗这个黑手党，有一个法律叫做 RICO， 这个法律伊就是会当来做这个，例如组织性的犯罪，真的是啊，这个凶手伊高中的时阵够好好啊，想安怎上大学了后变安尼，所以验证，查理克克用伊的死来验证讲，美国的大学伊的高等教育真的出了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翻转，那这个翻转，我觉得趋势一旦建立啊，其实很难逆啊，因为咱看这个美联社给每4年一次的选举，伊拢做一个民意调查，说30年来的民意调查，每4年一次，已经进入了死亡交叉点。这个很难翻转，再加上查理克克之死，
啊，已经嘛，各位执行这个 RICO 这个法律，像 Stephen King 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我虽然以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来做比喻啦吼，伊这条路行到452，美国才出现某种相对性的这个平等，但是如果行岔路，主任讲得非常好，其实关键就在马丁路德金。那个 Charlie Kirk 谈过马丁路德金，现在有很多信仰的团体也针对马丁路德金，包括前不久要不要公布马丁路德金的档案这个问题，也是很大的争论。今天美国会走到今天哈，其实本来民主党跟共和党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发生在上个世纪的1968年。黑党中央都是民主党认为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国内的内部，我们再不是针对外部的敌人，所以开始左请委安内来，所以马丁路德金就是今天会左请的最大的问题。这条吼，咱爱用另外1点钟的时间来好好讲的。朱老师嘛是迄个时代出来的人吼，咱嘛知影讲1968年吼，全世界吼向倒边弯呐吼，向倒边弯无一定是代表讲干那经济啊尔。啊，个文化的觉醒，吼，对着平等更较觉察。但是在我的想法是讲，韩国的完全是无这种，这个对人讲一视同仁，因无这种的，因为真阶级分明。甲学长咧食物件，咧啉水，就爱安尼表示。这种文化是安怎会甲这个查理克拄啊好甲斗阵，敢若地核的这个问题，百济甲新罗的问题啊，尔吗？这个我都要讲，韩国是一个阶级的社会嘛，哈。这个新罗甲百济，哈，千多年的世仇啊，哈，袂合就是袂合啦，吼。你话同一一个国家内底，要当一个生活，因韩国有一个名词啊，叫做南南隔腾。新罗或者岭南啦，百济这边或者湖南，南嘛哈，两个都南，葛是诸葛亮的葛，腾是丁条的丁啦哈，我感觉我最近拄啊读新读一篇论文哈，伊个改做内部的冷战，内部冷战，我讲你这那是冷战，你个拍起来，迄个。即马这个韩国极端保守的人啊，因叫做太极旗部队啊。韩国国旗呢？太极旗啊，这是什么款人？这些人就拢支持朴正熙的查某囝，迄个朴槿惠最坚强、最坚定的势力。支持者，这些人嘛是伫迄个尹锡悦要互逮捕的是，伫尹锡悦官邸的头前，那么咧示威遐个人。韩国人看迄个精神无正常嘛，强壮的啦，太极旗部队所以因咧讲的，无人要相信嘛，就是伊士气，因为尹锡悦内乱罪，士气拍，全规个拍落去即马 Kirk 去韩国演讲，甲因鼓舞起来嘛，伊咧反移民啊，这里是。左右派的共识，你举一个例哈，济州岛是韩国观光的上好的所在嘛哈。济州岛的土地、房地产、物价，拢叫中国人、中国移民控制着。嘿，大量起价嘛，拢起这些人家己买袂起拢叫中国人撒钱起价，济州大部分真济土地拢买起。所以这州人，册中国人册到要死，反移民嘛，就是安尼来。所以因这对反移民其实是左右两派拢有共识的所在。对，这是同款。所以其实嘛无一定讲完全这个情形会当套入去韩国的身上。要毋过反共这部分，就是敢若保守派。保守派，保守派，迄个我咧讲，迄个太极旗部队特别咧示威时，拢一定举韩国国旗甲美国国旗怎么咧示威？大家一看就知影，这太极旗部队上届保守的团体嘛。是，
啊，这人即马搁在支持朴槿惠，还已经恶名昭彰，吼，所以精神有问题啦。哦，这个韩国的文化吼，甲社会，对不对吼？他都讲了真济吼。以你家己在美国生活，尤其你是 Nebraska，as I remember。我是迄个 Oklahoma 吼，上有的一个黑州啊，好笑啊，吼！你安怎来评估讲？他董律师讲民主党这世纪已经无机会啊。我在想民主党的问题比共和党的问题搁较大，有几个原因。第头一个其中一个是我所讲的啊，是右派的人视野会率较悬。第二，即马黑人。进前黑人拢是绝对是投民主党，即马愈来愈多。是安怎？是因为黑人是爱有机会发展，伊共和党是较支持迄个经济较好，伊较严重经济。迄个民主党较注意到人的平安，了和平，了公平，伊是较公平。所以共和党是，个第三个是西班牙，就是迄个 Hispanic， 伊嘛是愈来愈，即摆差不多一半。进前即个 Hispanic 拢是投民主党，所以民主党有做大的问题。搁一个民主党即摆伊咧刷落去，咧有新的New York 的市长，即个市长是足座啊，这座上代表性的民主党的人。遐尼做是对民主党真无利啊！哦，所以你也认同董律师讲的说，共和党当然就有两个党拢有问题，但不过民主党的问题是搁较大，搁较严重。但是他都阿发啊，你咧讲的这项代志吼，我却想到讲，其实这是吼，你敢若迄个蒙古人咧统治中国的时阵吼，蒙古人、色目人吼啊。宋人啊、南人吼，来分阶级，但是因为这个社会进展的关系 ，Black Life Matter 啊 ，Spanish Life Matter 啊，其他 Asia 啊，其他的这 minority 哈是 less matter 啊，变做安尼，敢是因为这个社会也有咧进展，而且对20世纪看来到21世纪的这个问题，老师安怎看待？其实就是讲过去吼，因有一寡历史的原因啦吼，所以推动的平权的运动吼，有伊的背景啊。但是后来就是，遐有个白人讲，啊那无爱用条件，哦，比如弱势，啊是讲我的能力嘛袂歹啊，啊是咱我因为你要保护少数，啊所以我无法度有迄个机会，所以即马就是讲开始大家讨论这件代志啊。哦，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你完全平权，会变做讲有可能。有少数，但是伊的能力较其他的有差啦，吼，所以我感觉美国嘛是咧讨论这件代志，吼，啊，伊这件代志的发生，吼，美国去讨论讲，我这个平权运动，啊是你讲的 DEA， 吼，这到底这要哪去处理，哦，啊，这个个进一步，吼，大家过来互相来讨论。台湾较无这个问题，就是讲，咱袂根据伊写做啥物色的啦，吼，当然咱会保护少数，但是嘛爱根据你的能力，你的才能。哦，啊，这点美国有可能也去思考，但是过去的背景跟咱较无共啦。哦，毕竟黑人因较弱势啦，哦，啊因较无遐侪机会啊，这种事实。但是无代表讲因其实嘛有足巧的啊，因嘛有足巧的，读册嘛足厉害啊。哦，我感觉这会当去思考这个问题。董律师，讲到 DEI 的代志吼，其实 DEI 今嘛已经开始伫影响台湾啊。哦，甚至讲有即个国际的组织哈，固定咱台湾嘛是邀请伊来哈，敢若太上皇安尼。去指导咱爱安怎过生活，包括咱现在厕所要全部都变成跨性别，好，所以女孩子想要找一个在安全的公共的场域的一个私人的空间，事实上现在是越来越找不到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为美国扩散到全世界。这嘛有一种另类的全球化。是，好，所以刚讲到马丁路德金啊，上大的问题都是，伊不是真正在追求公平，哦，说是。equal 还是 equity 都不是这些代志，他要求的是美国的黑人必须要凌驾到一切之上，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公平哦，所以要回到公平，而且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做了判决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大学
你唯一挑选孩子入学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伊的成绩嘛，哈，应该是安尼，这才是正常的。所以回到尝试过日子，回到美国一开始的建国的精神。但是吼，讲到相识哦，我感觉这就是美国的社会还佫无共识啊。咱台湾某种程度嘛是还佫无共识的，朱老师。但咱来看，咱来比较韩国安尼，拼甲安尼，台湾是相对较和平咯。坦白讲吼，你拄啊主持人你讲到1968哈，哈，遐时就是全世界性的迄个反战哈，反越战哈啊，对 UC Berkeley 开始哈，啊主义思想对遐是开始发展嘛，啊所以坦白讲，我较支持民主党的力量多元化哈，对，但是嘛袂使过头，对，没错。但是这种物件真歹讲啊，你若是报。